1989年5月18日，中國發生咗一件舉世矚目嘅事。經過幾個禮拜以嚟嘅糾纏，中國最高領導人之一，中國嘅總理，終於都肯接見幾個學生，同佢哋進行對話。透過電視機，全世界嘅目光都集中喺其中一個學生度，因為當時佢着住一套睡衣。究竟佢呢套睡衣係咪菊花牌嘅咧？究竟佢條睡褲係2粒紐定係3粒紐咧？佢記唔記得扣咧？今年秋冬睡衣會唔會取代一般嘅禮服喺波場度大放異彩咧？呢個學生着住睡衣嘅學生，當時做咗一件非常令人震驚嘅事。佢喺總理講下説話嘅時候，忽然間將條睡褲除咗落嚟。唔係我記錯咗，係更加令人震驚。佢喺總理講下嘢嘅時候，用非常不耐煩嘅表情斬斷總理嘅發言。然後好似毛主席上咗身咁，對總理進行非常不客氣嘅訓話。呢個時候，我哋見到總理嘅面色一沉再沉，一向坐得十分端莊、雙腳緊合、深受小女學生模仿嘅總理，身體開始左搖右擺，仿如熱鍋上嘅螞蟻。大家須知道，我哋呢位總理係蘇內最講究總理身份嘅總理。論儀表，佢烏黑油亮嘅秀髮，深受全黨全國所羨慕。佢一絲白髮都冇，真係好似由細到大未諗過嘢咁樣。論談吐，總理每次發言嘅時候都必定具備非常強烈、非常具有感染性嘅身體語言。如果佢唔記得做，佢會補翻。中華人民共和國越來越強大。舊年總理參加過航天展覽，影咗幅相。當時總理戴住一副墨鏡，面上展現住慈愛嘅笑容，向住天空表演嘅飛行員進行敬禮。嗰啲飛機喺度進行緊花式表演啊！以時速1000幾百公里穿環交錯，竟然見到阿總理你喺下面向佢哋敬禮，我諗就見唔到啦。阿總理都知道見唔到㗎，但係總理知道，咦？有人影相。總理對鏡頭係非常敏感嘅，各位。咁而家總理喺度同你條死僆仔喺度對話，你條僆仔着件睡衣，着件有陣味嘅睡衣嚟見我，你去巴比橋都唔會着件睡衣去啦。你係咪即係連當我連一隻雞翼都不如啊？咁都唔緊要啦。你仲喺我講下嘢嘅時候斬斷我發言，好似我講啲嘢好冇料到咁樣。你對我豬般嘅羞辱，仲講咩嘢民主，簡直係連起碼嘅人道精神都冇。於是總理喺5月19號宣布制止動亂，5月20號宣布戒嚴。有小道消息話，佢哋會特別針對嗰啲着住睡衣周街行嘅人。當呢個消息傳咗出嚟嘅時候，當時我哋香港嘅反應係點啊？大家記唔記得？100萬人上街遊行啊！你有冇份？30萬人參加民主歌聲獻中環，有邊位去過？開咗燈就唔好拍喎，真係。我明白，乜燈？但係大家知唔知道當時我比較更加感興趣嘅咧，係另一樣嘢，就係當時咧每一日咧
都有啲人真金白銀登報紙、登廣告支持學運，有好多係好得意，我同大家分享下。嗱，呢一份我攞翻出嚟嘅係1989年5月24日星期3啊，由中國神學研究院校友會登咗個嚴正聲明，堅決支持北京學生民眾愛國民主運動啊，反對武力鎮壓，撤銷新聞封鎖。第4點最有趣啦，深信上帝掌管歷史。我終於都知道邊個係幕後黑手。呢個係得人全力支持中國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，一群義肢矯形師。有咩職業嚟？我未聽過。咪義肢我即係咩啊？咁義肢即係假肢，咁仲矯嚟嘅咩？奇怪。呢個係得人呼籲不要把錢移民，轉向支持學運。出錢支持北京學生運動係全香港最佳投資保障。哇！炒學運咁滯啊真係。係兩間玩具廠相登嘅。聽講後來出咗個民主芭比女神。鄧鏡波學校教職員又登咗篇支持北京學運啊，又係全港教師同工啊，正視北京學運啊，諸如此類。有冇鄧鏡波學校嘅教職員喺度咧？即係我唔知你登咗之後你點教書啊？嗰時咁啊，阿 Sir， 你俾我唔合格啊？你個名喺度喎。阿張智力，你唔係啩？我拜柯律師，唔合格，罰個留堂。呢篇係第4，鳴謝李鵬。呢篇真係第4。鳴謝李鵬，多謝你令10億中華兒女團結一致，推動愛國民主運動，喚醒沉默的民眾。你任務完成，敬請功成身退。署名係極少數人。哇，大佬咁樣署名法，人哋以為我覺得咁鬼幽默嘅你真係。近來大家有冇去旅行？呢個啱你哋啊！北京學生慰問團，27日去，30號返港，早機去買機飯，抵去為社會人士2000，學生1000，所以我不嬲都話學生搞民主係應該嘅，佢付出比社會人士少1倍啊！嗱呢份犀利啦，呢份最後呢份啊嚇，港澳各界團體及人士緊急呼籲，而家大家見到咁細張啦，原本就係咁大張啊，成篇報紙都係嘅，成份都係嘅。咁裏面咧都係嗰啲咁嘅支持學運嘅嘢啦。問題係裏面嗰個名單緊要啊，呢600-700個名單裏面，我諗如果你識嘅，你拍手啊，我講出嚟。何鴻燊，識唔識啊？李嘉誠、鄭裕彤、李兆基、羅德成、羅康瑞、郭炳湘、郭炳江、梁振英、曾鈺成、林貝律家。如果真係有秋後算賬，我呢份嘢就值錢啊！我俾你好唔好？各位，你知唔知我呢份嘢？我覺得唔係叫黑名單啊，我呢份嘢係叫做內部認購名單啊！阿成哥，你唔係咁買樓都要我排隊啊嘛？阿成哥，哎呦，真係，算啦，我去新華社排咯。個問題係大家睇到喺當時呢種氣氛之下，大家相唔相信共產黨真係會用武力鎮壓？我諗啲義肢矯形師會相信咯。因為有生意做啊嘛，跟住咁但係喂，阿成哥都支持學運喎，阿成哥都公開買嘅股票，你驚佢會跌？唔係淨係阿成哥，阿李生、阿鄭生、阿郭生，大家都一齊買嘅股票，你驚佢會跌？唔會啩？係而家市係立亂啲，但係我哋深信最收尾咧一定會向上調整，學運一定會跌。諗翻轉頭，我哋幾咁幼稚，
我哋真係認為啲學生出嚟搞下嘢就會掂啊！嗰啲學生出嚟罷下課就會掂，罷課其實即係乜嘢？罷課其實即係逃學咋，逃學都掂，咁出貓咪人權領袖，出嚟遊行啊掂啊！遊行其實即係行街唔買嘢咁解嘅各位。如果打到你行咩阿嬸你慘啲埋佢，咁啊唔算遊行添啦。喂，出嚟集下會露下型咁啊算掂啊？咁不如揾童子軍做啊！呢樣嘢童子軍露型仲叻。阿童子軍對27軍，哦有得打。絕食又會點？喂，絕食係好有威力嘅，你知嘛？如果你要要挾嗰個係你媽媽。但係大家都知道喺中國，媽媽係唔可以要嚟要挾㗎，因為你媽媽要留翻第日同你打官司㗎，係咪？只有中國先係一個國家，就係啲仔女要咁啊！阿媽你勤力讀書，但係我要靠你幫我打官司。所以當共產黨真正開槍嘅時候，我哋已經震驚啦！真係，因為我哋好幼稚。真係開槍嘅時候，我哋已經震驚，原來共產黨係冇催淚彈嘅，係連水龍頭都冇。咁佢哋火燭點辦咧？嚇？火燭邊度火燭？邊度火燭？幹你娘！你說哪有火？不，當然講笑啦。中國係有水龍頭，水龍頭就要嚟救火嘅。中國都有催淚彈，催淚彈就係播放偉大領導人電影嗰陣時先用啊。周恩來出場咯喎，飄唔得啊！睇過幾次啦，整多2個啦，飄。所以你哋睇親佢哋咧，忽然間會好感人啊！唔知點解嘅。共產黨要用真槍實彈對付啲學生，無非係想話俾啲學生聽，佢哋係非常重視呢個運動。你知唔知學生犯最大錯誤就係咩？就係唔知自己幾咁受重視啊！冇搞錯啊！我逃學出嚟露營，你要開槍射我？我至多唔係幾大個。鄧小平形容呢個學運係一個推翻共產黨、推翻社會主義嘅運動。今時今日好多人話平反6·4，都唔相信當日嘅學運可以有呢一種嘅威力。但係要我哋諗翻當時學生提出過啲咩要求？當時學生提出過有言論自由，各位，我哋香港有言論自由，於是我哋出咗1個黃毓民。如果大陸有言論自由，我恐怕最保守估計都出200萬個黃毓民。如果大陸有200萬個黃毓民，我哋首先唔好考慮佢對共產黨嘅影響，首先考慮佢對印度嘅影響先。即係我相信你去印度啲人會同你講：你哋中國人講嘢可唔可以細聲啲？夜半3更喺嗰邊傳過嚟啊！我哋印度都瞓唔到覺。如果印度都瞓唔到覺，你估共產黨有冇好覺瞓？啲學生又要求反貪污，喂，你首先要搞清楚學生喎。貪污你應該點樣衡量呢樣嘢？官職與收入不相稱啊！咁咪係咯，江澤民啊都係得4000幾蚊個月咋。佢唔係菲律賓嚟㗎，你想共產黨冇貪污得，揾你個菲傭去做共產黨，咁咪係咯，幾好啊！做主席成4000幾蚊，I like it 。啲學生又要求尊重知識分子，你明唔明啊？共產黨要尊重知識分子係好容易，個問題係你啲知識分子好聰明㗎嘛，好有知識㗎嘛。一尊重你嘅時候，啲知識分子就會話：誒，你唔應該淨係尊重我，你都應該尊重晒所有人。咁咪即係連嗰啲話要反貪污嘅又要尊重。
嗰200萬個黃毓民又要尊重，嗰啲着住睡衣周街行嘅又要尊重。咁請問尊尊相重何時了啊？你明唔明白？我哋共產黨係最尊重知識分子，我哋尊重嘅知識分子叫做馬克思，我哋全力追求佢嘅社會主義。今時今日我哋全力推行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，換言之就即係冇社會主義特色嘅社會主義。但係我哋仍然尊敬馬克思，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佢已經死啦。我哋亦都尊重魯迅，點解？因為佢亦都已經死咗啦。當然我哋都會尊重啲就嚟死嘅知識分子。所以有時為咗尊重某啲知識分子，我哋整到佢死下。各位今時今日你同我坐喺度，可以覺得當年嘅學運唔一定可以推翻共產黨，亦都可能大家冇呢個目的。個問題係你可以咁諗，共產黨唔可以咁諗，因為你知唔知乜嘢叫做身有屎啊？一個成日打老婆嘅老公，有一日佢同佢老婆同佢講：老公啊，你得閒咪翻下嚟食下晚飯咯。你好難怪個老公會咁樣同佢老婆講。你係咪想離婚？唔係，哇！你叫我翻嚟食飯，你夠膽提出要求，你真係對我有不滿啦嚇！你唔係因為叫我想翻嚟食飯，係因為我打你啊嘛！咁聽日你去報警啦，後日你又申請離婚，你係唔係想搞離婚啊？各位喺一個強弱懸殊一面倒嘅關係裏面，強嗰一方隨便向弱嗰一方讓一至步，後果不堪想像。鄧小平作為一個高瞻遠矚嘅政治人，深深明白呢個道理。學生實際要求啲乜嘢係其次嘅，個問題佢哋夠膽提出要求呢個行動本身已經有反黨嘅可能性。最初47個知識分子去到中南海遞信，啲人唔睇你封信遞乜鬼，掉喺地下。47個知識分子一律扣留45分鐘。你夠膽遞信已經係想反黨啦！你班友仔仲唔係死下嗰隻添？胡耀邦出殯，一個學生跪喺人民大會堂，雙手高舉過頂一封信，希望李鵬嚟接。李鵬冇嚟接，冇人理佢。你夠膽遞信，唔理你寫啲乜嘢，你就已經係即係表示你可以反黨，由得佢跪。到最後，李鵬接見幾個學生代表，唔以開欺，結果大家都知㗎。一段婚姻有時唔係真係話靠幾句對話就可以解決嘅。如果你同共產黨講，我想得啦，反黨。喂，唔係啩？我淨係想反黨第2次啊！喂，有冇搞錯啊？人哋都未講完，人哋淨係想反黨3次，得啦，叫你老母嚟打官司啦！各位，我可以點樣總結6·4咧？我可以用一個經典嘅西片，一個經典嘅片段，你識就識，唔識就唔講片名啦。Are you talking to me? Are you talking to me?